公元前196年，大漢帝國啱啱建國，漢高祖劉邦就迫不及待但舉起咗屠刀，戰神韓信被剿滅三族，老幼婦孺冇一個幸免。大漢第一相國蕭何被帶上沉重嘅鐐銬，直接劈入咗死路。喺呢場針對開國元勳嘅連環清洗當中，只要你手上有權，只要你功高震主，基本只有一條下場，就係死。但係嗰個智商最高、運籌帷幄、掌握住劉邦最多致命秘密嘅第一謀臣張良，唔單止連條頭髮都冇甩，最後仲安安穩穩啖死喺自己張床上面，甚至被後世尊奉做神仙。同樣係功高震主，憑乜嘢喺呢場殘酷嘅開國大清洗入面，只有張良攞到咗唯一嘅生還密碼？你好，歡迎每日聽睡前故事，我係故事郎。今晚我哋嚟傾大漢第一謀臣張良。要解開張良嘅生還密碼，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佢晚年功成名就嘅傳說，我哋必須翻到一切陰謀嘅起點，去睇下佢後生嗰陣揸喺手入面嘅底牌。嗰個時候嘅張良唔係乜嘢仙風道骨嘅隱士，而係一個孭住血海深仇、四圍走佬嘅亡命之徒。我哋要去睇一睇佢究竟係點樣喺絕命嘅追殺當中攞到呢張殘酷歷史牌台嘅入場券嘅。公元前218年，博朗沙一個重達120斤嘅大鐵錐從天而降，狠狠啖砸碎咗一輛秦始皇巡遊車隊入面嘅副車。策劃呢場驚天刺殺嘅就係張良，結果砸偏咗。好多人以為張良係個窮酸嘅書生，其實完全相反。喺刺殺發生之前，張良手入面揸住嘅係嗰個時代最頂級嘅劇本。佢嘅祖父張開地、父親張平連續輔助咗5代韓國國君，位極人臣。張良係一個真正嘅頂級貴族公子，隨時準備接班成為下一任相國。但係秦始皇嘅大軍掃平咗韓國，淨係用咗1日時間，張良嘅家族資產、社會地位、政治前途瞬間清零。面對呢種斷崖式嘅跌落，張良做出嘅反應極其暴烈。嗰時個細佬啱啱死，佢直接拒絕舉辦喪事，將屋企僅存嘅300個奴僕全部遣散，變賣所有家產。佢將幾代人累積嘅巨額財富全部掟晒出去，淨係做一件事，買兇殺人。佢聘請咗一個大力士，攞住嗰柄120斤嘅大鐵錐，埋伏喺秦始皇必經嘅路上。刺殺失敗之後，秦始皇震怒，下令喺全國範圍入面進行長達10日嘅大搜捕。呢個時候嘅張良徹底耗盡咗最後一點籌碼，佢由一個韓國貴族變成咗大秦帝國通緝榜單上面嘅頭號從犯。佢冇兵冇錢，連一個合法嘅身份都冇，只要被任何人認得出，即刻就係車裂嘅極刑。靠住匹夫之勇，佢根本冇辦法撼動大秦帝國嘅國家機器。面對呢種絕對嘅力量懸殊，張良做出咗佢人生入面第一個反直覺嘅決定，停止硬碰，隱隱疾闊。佢隱姓埋名，一路走佬，最後匿藏喺下邳，喺度發生咗一件被後世神話咗幾千年嘅事，就係雛橋進女。一個叫黃石公嘅阿伯故意將鞋篤落橋下面，叫張良去執。張良執上嚟之後，阿伯仲得寸進尺，叫張良跪低幫佢着鞋。史書上面講，張良嗰陣嬲到想打人，但佢忍住咗，真係跪低幫阿伯着咗鞋。其實撥開神仙傳說嘅外衣，呢個係一場極度苛刻嘅服從性測試。一個啱啱散盡家財趕去刺殺秦始皇嘅亡命之徒，點解會幫一個陌生阿伯下跪着鞋？因為張良喺嗰場失敗嘅刺殺入面頓悟咗，個人嘅暴力喺國家機器面前一文不值。佢要推翻秦朝，就必須掌握一套系統性嘅博弈工具。呢個唔單止係受辱，呢個係對自我性格嘅極限摧毀同重塑。所謂嘅隱忍，本質上面就係算清咗收益之後嘅精準妥協。通過咗3次測試之後，張良攞到咗嗰本《太公兵法》。呢個唔單止係一本書，更加係頂級戰略思維嘅傳承。10年之後，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天下大亂。張良拉起咗100幾人嘅隊伍，
呢啲人馬喺當時嘅亂世連個零頭都唔夠。嗰時實力最強嘅軍閥係項梁，手握重兵，橫掃江東。照常理，張良呢種帶住微薄資產嘅散戶要報仇，就必須去投靠項梁呢種大平台。但係喺路過一個叫劉嘅縣城嘅時候，張良撞見咗一個從沛縣出嚟嘅中年基層官吏，手入面只有幾千號衣衫襤褸嘅起義軍。呢個人叫劉邦。張良同好多路過嘅軍閥傾過太公兵法，嗰啲人全部不屑一顧，佢哋淨係關心點樣斬人，點樣搶地盤。但係當張良將複雜嘅戰術講俾劉邦聽嘅時候，劉邦唔單止聽得明，而且毫不猶豫地拍板執行。就喺呢一刻，張良做出咗決定命運嘅第二次抉擇，佢放棄咗去投靠實力強大嘅大軍閥，直接將籌碼全部壓喺劉邦身上。我哋用今日嘅眼光嚟睇，張良其實就係一個極其冷酷嘅天使投資人。佢睇透咗權力嘅運作邏輯，一個頂級嘅戰略大佬，如果撞到一個剛愎自用嘅主公，嗰就係死路一條。天下大亂，缺嘅從來唔係兵，缺嘅係一個能夠完美執行頂級策略，而且冇認知壁壘嘅代理人。劉邦兵力微弱，呢個意味住佢極度渴求人才。張良可以輕易攞到最高話語權。劉邦聽得明兵法，呢個意味住呢個係成個亂世當中唯一一個能夠將張良嘅智力轉化為物理傷害嘅完美容器。喺劉呢個細地方，張良同劉邦完成咗歷史性嘅綁定。張良攞到咗參與爭奪天下嘅政治入場券，佢亦終於升到咗可以幫自己報仇嘅完美代理人。喺呢個階段，張良成功地由一個隨時會被斬首嘅通緝犯轉型做一支武裝力量嘅首席戰略官。公元前206年冬天，壩上，劉邦手下嘅10萬雜牌軍正面對建軍以嚟最徹底嘅滅頂之災。函谷關已經俾人砸爛咗，項羽帶住40萬啱啱坑殺完20萬秦軍嘅楚國精銳喺鴻門紮下大營，兩軍相距只有40里，快馬唔使半個時辰就可以衝到劉邦面前。項羽嘅首席謀士范增已經下達咗最後通牒，聽日天光一着，40萬大軍全線壓上，將劉邦嘅營地徹底推平，雞犬不留。呢個時候嘅劉邦手入面只有10萬仲未見過大陣仗嘅農民軍，打又係螳臂當車，走有兩條腿，跑唔過楚軍嘅戰馬。呢個已經唔係乜嘢九死一生，呢個係十死無生。就喺劉邦準備安排後事嘅深夜，楚軍營地裏跑出嚟一個人，呢個人叫項伯，係項羽嘅親叔叔。佢趁住夜色摸入劉邦嘅大營，迷含劉邦、張元、張良。項伯帶嚟咗聽日要大屠殺嘅內部情報，叫張良快啲跟佢走佬。項伯點解要冒住泄露最高軍事機密嘅死罪嚟救張良？因為早年喺下邳嘅時候，項伯殺咗人，係張良傾家蕩產將佢補落嚟嘅。面對遞到手上嘅救生圈，張良做出咗佢人生入面最冷靜嘅一次盤算。佢唔單止冇走，反而直接將項伯拉咗去劉邦嘅營帳度。喺權力嘅牌台上面，所有嘅恩情本質上都可以兌現做籌碼。張良非常清楚自己呢條命保住咗冇用，佢費盡心機揀中嘅政治代理人，一旦死咗，佢呢世就徹底失去咗推翻大秦、重塑天下嘅本錢。佢必須用呢個唯一嘅籌碼，將項伯拉落水。一場極度赤裸嘅人情交易喺深夜嘅營帳度展開。張良指導劉邦端起酒杯，劉邦低頭認項伯做大佬，並且許諾結為兒女親家，用一個虛無縹緲嘅聯姻承諾書拉攏咗呢位項羽嘅親叔叔。劉邦扮出一副極度委屈嘅窩囊樣，發誓自己絕對冇稱王嘅心思，攞咗政治乾股嘅項伯連夜趕返楚營，硬生生勸住咗項羽，將聽日嘅軍事圍剿
變成咗一場政治飯局。呢個就係歷史上面著名嘅鴻門宴。第二日，劉邦淨係帶咗100幾個隨從行入項羽嘅大營，呢個係一場極度唔對等嘅談判。劉邦一入門口就開始道歉，將身段放到咗泥土度，但係范增根本唔食呢一套。走過3巡，范增舉起玉拳，連掟3次，暗示項羽動手。項羽扮睇唔到，范增直接叫嚟項莊，拔劍起舞，劍尖刀刃，離唔開劉邦條頸。就喺呢個命懸一線嘅時刻，尋晚嘅政治投資變現咗。項伯拔出劍，亦開始舞劍。佢用自己嘅身體死死擔擋喺劉邦前面。項羽陣營嘅核心層喺呢一刻出現咗致命嘅撕裂。劉邦趁住去廁所嘅藉口，帶住凡幾個親信由邵道狂奔逃命。主公走咗，但係戲仲要有人演完。張良冇走，佢一個人留喺殺氣騰騰嘅楚軍大營度，呢個需要極大嘅心理素質。張良雙手捧住一對白璧同一對玉豆，靜靜淡企喺項羽同范增面前，幫劉邦圓方，話劉邦不勝酒力，已經先返去準備交接關中嘅權利。項羽收下咗白璧，范增接過玉豆，拔出劍，當場將玉豆砸個粉碎。范增指住張良個鼻罵出咗一句斷言：將來奪取天下嘅一定係劉邦，我哋呢班人都要做佢嘅俘虜啦。張良面不改色，喺一眾楚軍將領食人嘅目光當中，平靜淡轉身行出咗楚軍大營。呢場豪賭張良贏咗，佢用私人恩情作為槓桿，調動咗項羽集團嘅內部分裂，硬生生啖由40萬大軍嘅刀口下面將劉邦條命搶返嚟。但呢個僅僅係活落嚟。項羽隨後主持咗分封大典，佢將劉邦踢咗去偏遠險惡嘅巴蜀地區，封做漢王。通往巴蜀嘅沿途全係大山同棧道，根本養唔起大軍。項羽嘅意思好明白，俾你活着，但你要成世困喺山入面。劉邦帶住隊伍垂頭喪氣淡行入蜀地。就喺隊伍即將完全進入大山嘅時候，張良攔住咗劉邦，提出咗一個極其狠辣嘅建議：燒毀身後嘅棧道。棧道係懸崖峭壁上面用木搭出嚟嘅唯一通道。燒咗棧道，意味住漢軍徹底切斷咗自己反中原嘅路。好多將領都覺得張良黐線咗，但係張良嘅算盤打得極其深遠。項羽生性多疑，留低棧道，項羽就會日夜防備劉邦打翻嚟。一把火燒咗棧道，等於向全天下發出咗一個最明確嘅政治信號：我劉邦呢世就喺巴蜀養老啦，絕對唔會出嚟搶地盤。呢把火唔單止燒掉咗退路，更加燒掉咗項羽對劉邦最後一點警惕心。公元前205年，彭城，劉邦遭遇咗人生入面最慘烈嘅一場大潰敗。大漢政權差少少就俾人原地抹除。喺呢之前，劉邦趁住項羽主力喺齊國平叛，糾集咗56萬諸侯聯軍，一舉攻下項羽嘅老巢彭城。劉邦以為自己贏咗，每日喺彭城嘅大殿度搜刮珍寶，擺酒慶功，但佢根本唔了解佢面對嘅係一個乜嘢樣嘅戰爭怪物。項羽收到消息，冇大軍回援，而係親自率領3萬精銳騎兵，連夜急行軍殺返彭城。3萬人對56萬人，呢個違反咗所有嘅軍事常識。但項羽硬生生啖將呢56萬聯軍切到粉碎。漢軍全線崩潰，瘋狂逃竄，俾楚軍一路追斬，10幾萬具屍體硬係將睢水倒到斷流。劉邦喺亂軍當中搏命走佬，連自己嘅親爹同老婆呂雉都整丟咗，全部做咗項羽嘅俘虜。最後劉邦帶住幾十個殘兵敗將走咗去一個叫下邑嘅地方。大帳入面，劉邦癱坐喺地上，望住成腳嘅水泡同絕望嘅部下，佢引以為傲嘅幾十萬大軍灰飛煙滅，雄心壯志被項羽打到粉碎。劉邦咬住牙，拋出咗歷史上面最大嘅一張空頭支票：函谷關以東嘅地盤我全部唔要啦，邊個能夠幫我搞死項羽，呢啲地盤全部歸佢。呢個係一個輸晒籌碼嘅賭徒，
做緊最後嘅歇斯底里。就喺所有人集體沉默嘅時候，張良企咗出嚟，佢冇提供任何情緒價值，亦冇喊乜嘢空洞嘅口號。張良同劉邦講：認清現實，你嘅直系部隊根本打唔過項羽，想贏就必須改變遊戲規則，將單挑變成群毆。點樣群毆？用未來嘅領土買而家嘅打手。張良喺地圖上面畫咗3個圈，精準鎖死咗3個最頂級嘅戰爭外包商。第一個係彭越，彭越手入面有兵，日日喺項羽嘅大後方打游擊，但佢冇合法嘅政治身份。張良建議即刻將梁地大片區域許諾俾彭越，俾佢封王。第二個係英布，英布係項羽手下最打得嘅頭號戰將，九江王。張良建議派人去游說英布，用更大嘅利益擲暈佢，等佢直接喺項羽內部策反。第三個亦係最核心嘅一個係韓信，韓信當時已經係劉邦嘅將領，但張良睇透咗韓信嘅軍事天才同隱秘嘅野心。張良建議俾韓信絕對嘅獨立指揮權，等佢去開闢北方戰線。潛台詞好明確，你打落幾多地盤，將來就俾你封幾大嘅王。喺權力嘅牌台上面，從來冇天生嘅忠誠，只有利益交割嘅契約。張良呢套方案本質上就係一套殘酷嘅金融槓桿，用項羽而家嘅地盤作為股份，招募全天下最狠嘅殺手，組建一個反楚利益集團。劉邦照單全收。呢場宿命對撞嘅齒輪徹底改變咗轉動嘅方向，利益嘅驅動力係極其恐怖嘅。攞咗乾股嘅打手們開始瘋狂開工，彭越喺項羽嘅後方四處點火，燒毀楚軍嘅糧草。英布喺南方舉起反旗，撕裂楚軍嘅陣營，而韓信就帶住一支偏師喺北方橫掃千軍，連續滅掉魏、趙、燕齊4個諸侯國，直接喺項羽嘅側翼架起咗一把斬馬刀。項羽係一頭無敵嘅猛虎，但佢俾呢張利益大網死死啖罩住。佢今日去打彭越，劉邦就喺正面推進，佢轉身去打劉邦，彭越又喺後面斷佢條兩刀。項羽俾人活活啖拖，入咗一場雙線作戰嘅泥潭。佢嘅兵力越嚟越少，糧草徹底斷絕。公元前202年，項羽喺烏江邊拔劍自刎，長達4年嘅楚漢爭霸徹底結束。劉邦喺定陶登基稱帝，大漢帝國正式掛牌營業。好快，帝國首都定咗喺洛陽。照理講，仗打完之後，應該係列土受封、論功行賞嘅狂歡時刻，但洛陽南宮嘅空氣入面卻彌漫住極其危險嘅血腥味。有一日，劉邦行喺南宮嘅伏道上面，佢低頭往下睇，睇到咗一幕令佢脊背發涼嘅畫面。底下嘅沙地上面，幾十個開國將領聚埋一齊，佢哋冇飲酒慶功，而係交頭接耳，神情極其緊張。有啲人甚至隻手死死啖按住劍柄。劉邦轉頭問身邊嘅張良：呢班人喺度做緊乜嘢？張良冇用任何客套話，直接戳中咗大漢政權最攞命嘅死穴。佢哋喺度商量點樣謀反。劉邦呆咗，天下啱啱打落嚟，做乜嘢反？張良冷冷淡剖析咗呢班驕兵悍將嘅心理防線。佢同劉邦講：你而家係皇帝啦，全天下嘅財富都係你嘅，你前期封賞嘅全係你最喜歡最親近嘅人，譬如蕭何、曹參。但你平時脾氣暴躁，屋客就打罵嗰啲你唔中意嘅將領，甚至有個殺人嘅念頭。而家蛋糕就咁大，呢班攞命幫你打天下嘅老狐狸算咗一筆賬，如果分唔到地盤，萬一有日你心情唔好，新賬舊賬一齊算，將佢哋全部殺咗點算？與其等你清算，不如先下手為強，大家一拍兩散。喺權力嘅博弈場上面，絕對嘅恐懼必定催生絕對嘅暴力。所謂嘅忠誠不過係背叛嘅籌碼，仲未夠大。大漢帝國嘅信任基石喺建國唔到3個月嘅時候就面臨全面崩塌嘅死局。如果唔即刻打碎呢層猜疑鏈，呢班啱啱放低屠刀嘅軍閥
聽日就可以將洛陽城掀翻，大漢帝國會瞬間土崩瓦解。面對呢個一觸即發嘅火藥桶，劉邦慌咗，佢手入面只有尚未穩固嘅微弱皇權，根本壓唔住呢班喺屍山血海度滾出嚟嘅兵痞。佢問張良點樣破局，張良拋出咗第一個反直角嘅動作，第一個你最憎嘅人即刻封佢。張良直視劉邦對眼，全軍上下你最憎邊個？最好係所有人都知你恨不得扒佢層皮，抽佢條筋嗰種人。劉邦咬牙切齒啖吐咗兩個字：雍齒。雍齒呢個人係劉邦嘅同鄉，當年劉邦啱喺沛縣起兵，將最核心嘅革命大本營封邑交咗俾雍齒防守，結果雍齒轉頭就投降咗魏國，將劉邦嘅家底全部掏空。劉邦喺外面俾人追殺，連個落腳嘅根據地都冇。劉邦無數次想整死雍齒，只係因為雍齒後來反嚟，立咗唔少戰功，先至強忍住冇落手。全軍上下都知，皇帝發夢都想斬咗雍齒。張良直接拍板，今日就封雍齒做侯。劉邦壓住心裏面嘅惡心，即刻照辦。佢唔單止封雍齒做甚方侯，俾咗2500戶嘅食邑，仲大張旗鼓啖擺下國宴，親自俾雍齒敬酒。呢個舉動嘅震撼力，無異於平地起驚雷。當嗰班正喺沙地上密謀造反嘅將領食住雍齒嘅封侯酒嗰陣，心裏面嘅恐懼瞬間煙消雲散。佢哋嘅博弈邏輯極其簡單，連雍齒呢種背叛過皇帝，將皇帝坑到最慘嘅人都能夠封侯，咁我哋呢班淨係受咗幾句鬧嘅人，仲有乜嘢好驚？一場足以毀滅新生帝國嘅軍事兵變，俾張良用一個侯爵嘅指標瞬間瓦解。大漢初期嘅軍心奇蹟暫穩定咗落嚟，安撫咗外圍嘅軍隊，劉邦終於坐穩咗龍椅。跟住落嚟，迎接決定張良個人命運嘅終極時刻，劉邦必須對張良呢個帝國第一大佬進行封賞。劉邦望住眼前呢個由沛縣一路陪佢行到洛陽，幫佢化解咗無數次死局嘅謀臣，開出咗中國歷史上面最誇張嘅一筆天價獎賞。劉邦喺朝堂上面當眾宣布：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只防公也，自責齊3萬戶。齊國亦即係今日嘅山東大部。嗰陣係全天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主海為鹽、冶鐵鑄錢嘅超級經濟中心。劉邦嘅意思係齊國最富庶嘅3萬戶，老百姓嘅稅收全部歸你。張良，具體邊塊地盤你自己攞支筆喺地圖上面圈。呢個唔單止係潑天嘅財富，更加係裂土封疆嘅絕對特權，係世俗權勢同無上榮光嘅絕對巔峰。照常理，辛苦咗10幾年，無數次喺刀尖上跳舞，終於捱到變現嘅時刻，任何正常人都會毫不猶豫啖叩頭謝恩。但係張良望住劉邦對眼，做出咗一個極其違背人性嘅驚人抉擇，堅決拒絕。呢個絕唔係乜嘢高風亮節，更加唔係視金錢如糞土，呢個係一個頂級博弈者，睇穿咗權力重力之後嘅精準自保。張良太清楚劉邦係個乜嘢人啦，佢亦太清楚最高權力嘅殺戮邏輯。齊國太富啦，3萬戶嘅體量太龐大啦。今日你敢攞走齊國3萬戶，聽日你個名就會即刻出現喺皇帝嘅特別防備名單上面。一個擁有絕頂聰明大腦嘅人，如果再配埋富可敵國嘅資源同封地，喺開國皇帝嘅眼中，呢個就係最標準、最具威脅嘅謀反配置。劉邦今日嘅重賞係真嘅感激，但聽日佢心裏面嘅猜忌亦係真嘅攞命。呢個係一份獎賞，更加係一把隨時會跌落嚟嘅圓頂之劍。張良退後一步，深深作揖，佢同劉邦講，自己絕對唔能夠要齊國嘅3萬戶，佢淨係要一個地方，一個喺地圖上面根本唔起眼嘅窮鄉僻壤樓縣。張良俾出嘅理由堪稱公關嘅教科書，
當年臣喺下邳起兵，機緣巧合喺留縣遇到陛下，呢個係老天爺將我交咗俾陛下。陛下既然睇得起我嘅計謀，我淨係要留縣就心滿意足啦。齊國3萬戶，臣萬萬唔敢收，淨係要留縣，拒絕齊國3萬戶。呢個舉動喺劉邦聽嚟係一曲最動聽嘅忠誠讚歌。要留縣代表住不忘初心，時刻銘記自己係皇帝嘅私人嫡系；拒絕3萬戶代表住毫無野心，絕對唔會對中央皇權構成任何經濟同軍事上面嘅割據威脅。張良通過主動放棄實際利益，向最高皇權交出咗一份無可挑剔嘅底線聲明。佢精準地切斷咗劉邦嘅防備神經，喺自己同皇權之間劃落咗一條極其清晰、毫無威脅嘅權力邊界。劉邦非常滿意，張良如願以償擔攞到咗劉侯嘅印信，徹底洗清咗自己身上嘅危險信號。呢場問鼎天下嘅分贓大會，張良用極其高超嘅政治游術令自己安全着陸。佢唔單止保住咗自己條命，仲將自己嘅政治身份轉化做毫無威脅嘅編外人員。公元前196年，當年嗰啲攞咗政治干股幫劉邦喺側翼瘋狂搞殺項羽嘅異姓王們，迎來咗最徹底嘅集中清算。楚王韓信俾人誘殺於長樂宮中室，一死就滅三族。梁王彭越俾人褫奪皇位，流放半路上面向呂后求情，結果俾人直接押返洛陽，斬咗個頭。為咗殺一儆百，彭越條屍俾人剁成肉醬，裝喺鬍子度，分俾大漢朝嘅各個諸侯王品嘗。呢個已經唔係乜嘢飛鳥盡，良弓藏，呢個係一場針對開國功臣嘅斬草除根同血腥屠戮。喺劉邦嘅邏輯入面，天下已經打落嚟啦。當年用嚟推翻項羽嘅武裝力量，而家就係帝國最大嘅定時炸彈。喺權力嘅天平上面，你嘅忠誠毫無意義，你嘅實力就係原罪。只要你手入面有兵，或者你有號召天下人嘅影響力，你就係潛在嘅謀反者。就連由沛縣起兵就一路跟住劉邦，幫佢守咗幾年大後方，勞苦功高嘅第一相國蕭何都感受到咗屠刀逼近嘅寒意。劉邦喺前線平叛，隔三差五就派使者翻嚟慰問蕭何。蕭何嘅門客一語道破天機，皇帝，呢個唔係關心你，呢個係查你嘅綱，怕你喺大後方深得民心，趁機造反。為咗保命，大漢第一相國俾人逼出咗一套極其魔幻嘅操作。蕭何開始強賣老百姓嘅土地，縱容手下貪污受賄。佢要硬生生淡忘自己臉上抹黑，用自污名節嘅方式向劉邦遞交一份投名狀。佢要俾皇帝睇到，我蕭何只係個貪圖蠅頭小利嘅小人，空無大志，絕對唔會去搶你嘅江山。連最老實巴交嘅蕭何都要靠扮流氓嚟保命。朝堂上面嘅恐懼壓迫感已經突破咗極限。呢個時候嘅張良面臨住比蕭何更致命嘅死局。蕭何頂多係個搞後勤嘅，而張良係帝國嘅首席戰略大佬。佢太聰明啦，佢知道劉邦太多嘅底牌，佢設計咗打敗項羽嘅所有陰謀。喺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嘅帝王眼中，絕頂聰明比手入面揸住10萬大軍更可怕。如果唔做出應對，下一個俾人端上劉邦餐台嘅肉醬，好可能就係佢。張良必須重新俾自己定位，佢要將自己身上所有嘅政治屬性徹徹底底淡剝離乾淨。點樣剝離？交出權力遠遠唔夠，只要你呢個人仲喺度，你個腦仲喺度，嗰啲對皇帝唔滿嘅人就隨時可能嚟你串聯。張良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瞠目結舌嘅決定，身退同心隱嘅雙重抽離。首先係閉門謝客。張良對外宣布自己常年跟住皇帝四處征戰，落下咗嚴重嘅病根，而家體弱多病，無法上朝。佢直接關上大門，杜絕一切賓客探訪。佢唔結交任何大臣，唔參與任何朝政決策，硬生生將自己由大漢嘅政治版圖上面摳咗出去。但呢個依然唔保險，關起門嚟，皇帝照樣會懷疑你喺陰暗嘅房間度密謀造反。
你必須俾皇帝一個邏輯自洽嘅解釋，你點解連絕對嘅權力都唔要？於是張良拋出咗第二步，精神斷連，佢開始修仙。張良對外宣稱自己已經睇破紅塵，要追隨上古神仙赤松子嘅腳步，去雲遊四海，羽化登仙。為咗證明自己係認真嘅，佢開始辟谷。辟谷就係絕對唔食五穀雜糧，佢日日將自己關喺間房度，餓住個肚，練習導引之術，每日做住各種拉伸同呼吸吐納。一個算無遺策，曾經喺鴻門宴上刀尖起舞嘅頂級政治家，突然之間變成咗一個面黃肌瘦、神神叨叨嘅修仙狂熱分子。呢套操作睇嚟極其荒誕，但喺權力嘅博弈場上面，卻係一招登峰造極嘅太極推手。張良向最高皇權釋放咗一個極其精準嘅信號：我嘅慾望已經唔喺人間啦。一個想當神仙嘅人，點會去搶人間嘅皇位？一個連飯都唔食嘅人，點會去貪圖世俗嘅榮華富貴？佢用摧殘肉體嘅方式，證明咗自己政治野心嘅徹底死亡。劉邦收到呢個信號之後，防備神經徹底鬆弛咗，佢唔單止冇起疑心，反而真係覺得張良身體唔掂啦。劉邦甚至親自跑去張良屋企，望住餓到皮包骨嘅張良，破天荒淡動咗少少惻隱之心，勸佢話：人生苦短，何必咁折磨自己？都係食返啲飯啦。張良嘅偽裝奏效咗，喺劉邦嗰份長長嘅清算名單上面，張良個名俾人徹底挖走。佢由一個極度危險嘅帝國大佬，變成咗一個毫無威脅嘅大漢吉祥物。公元前195年，大漢帝國嘅屠刀依然喺度滴血，但最高權力嘅中樞卻突然爆發咗一場足以顛覆江山嘅內政危機。張良將自己關喺間房度，餓到面黃肌瘦，以為靠住呢套修仙嘅迷彩服就能夠徹底躲避政治漩渦，但係一雙沾滿血污嘅手硬生生啖砸開咗佢嘅大門。大漢王朝爆發咗最嚴重嘅內部危機，接班人危機。晚年嘅劉邦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佢對權力嘅焦慮感亦達到咗頂峰。佢望住現任太子劉盈，越睇越唔順眼。劉盈係女後生嘅，性格仁慈軟弱，而喺劉邦眼中，呢種軟弱喺殘酷嘅政治叢林入面就係死罪。當時嘅天下係個乜嘢局面？二聖王雖然俾人殺得七七八八，但朝堂上面企住嘅全係一班跟住劉邦喺屍山血海度砍殺出嚟嘅驕兵悍將。劉邦非常清楚，自己一旦閉眼，呢個人弱嘅太子根本壓唔住呢班殺人如麻嘅老狐狸。為咗帝國嘅長治久安，劉邦將目光轉向咗自己最寵愛嘅戚夫人，以及戚夫人生嘅仔趙王劉如意。劉邦對呢個仔嘅評價只有4個字：如意類我，亦就係似我，夠狠夠聰明。劉邦下定決心要廢掉太子劉盈，改立趙王如意。呢個決定直接引爆咗大漢帝國嘅火藥桶，廢長立幼，動搖嘅係成個國家嘅根本。朝堂上邊炸開咗禍，大臣們搏晒老命阻攔。御史大夫周昌係個結巴，喺大殿上面嬲到成面通紅，結巴巴啖同劉邦大吵。太傅叔孫通直接放話：你今日如果敢廢太子，我即刻撞死喺呢條柱度。劉邦表面上打哈哈，但心裏面嘅殺機已經鎖定，靠吵架根本改變唔到一個開國帝王嘅鋼鐵意志。最絕望嘅人係呂后，太子一旦被廢，戚夫人上位，等住佢同佢個仔嘅必然係極其殘酷嘅肉體消滅。呂后用盡咗所有人脈同資源，都冇辦法阻擋劉邦嘅換柱計劃。走投無路之下，呂后諗起咗嗰個閉門修仙嘅大漢第一大佬，佢派出咗自己嘅親哥哥建成侯呂澤，直接帶人衝入咗張良嘅府邸。呢個係張良晚年遭遇嘅最大死局。呂澤冇廢話，直接將刀遞到張良眼前，意思非常明白：你係皇帝最信任嘅謀臣，而家太子有難，你唔能夠扮死，你
你今日必須諗一個計出嚟。張良嘅大腦開始飛速運轉，擺喺佢面前嘅係一個絕對嘅兩難困境。如果唔幫呂后，呢個女人嘅手段佢太清楚啦。一旦劉邦駕崩，呂后掌握實權，第一個就會將佢張良全家剁成肉泥，因為見死不救喺權力場上就係背叛。如果幫點幫？跑去大殿上面同劉邦講道理，找死。劉邦而家防嘅就係功臣集團干預皇權交接，只要張良敢喺呢個敏感時刻開口幫太子求情，劉邦即刻就會新賬舊賬一齊算，認定張良同呂氏外戚勾結，馬上就會活剝咗佢。面對呢種必死之局，張良展現咗中國歷史巔峰級別嘅太極推手。佢望住氣急敗壞嘅呂澤，拋出咗一個極其冷酷嘅判斷。皇上而家係出於骨肉私情，要換太子。呢個時候，哪怕有100個張良跑去勸，都冇任何用處，口舌之爭毫無意義。呂澤急咗，咁到底點辦？張良攞出一張羊皮地圖，指一指長安城外嘅商山。佢俾呂后出咗一個唔動刀兵、唔費口舌，卻能夠一擊斃命嘅陽謀，請商山4號。乜嘢係商山4號？呢個係4個隱居喺商山嘅白柱子阿伯：東元公、盧李先生、儀李貴、夏王公。呢4個人係嗰個時代最具政治威望嘅文化圖騰，代表住天下讀書人嘅最高信仰。當年劉邦打落天下，想用高官厚祿將呢4個人請出嚟裝點門面，結果呢4個阿伯根本唔俾面，嫌棄劉邦傲慢無禮，直接匿入深山老林，死都唔出嚟。呢個成為咗劉邦心裏面嘅一根刺，亦係佢一直無法跨越嘅政治高山。張良嘅博弈邏輯極其毒辣。劉邦點解覺得太子唔得？因為佢覺得太子冇威望，鎮唔住場面。點樣證明太子有威望？唔係靠大臣去吵架，而係要讓太子做到連皇帝都做唔到嘅事。張良俾呂澤制定咗詳細嘅執行手冊，讓太子放低所有身段，準備最豪華嘅馬車，帶埋最貴重嘅禮物，用最卑微嘅言辭寫信，核心只有一條：扮孫仔，將呢4個活神仙當親爺爺一樣請落山。呂后集團即刻照辦。奇蹟發生咗，嗰4個連開國皇帝嘅面都唔俾嘅隱士，竟然真係俾太子嘅誠意打動，坐住馬車行入咗太子嘅東宮。清算日好快就嚟到，公元前195年，大漢皇宮舉辦咗一場盛大嘅國宴。劉邦端住酒杯，正準備繼續推進換太子嘅計劃，突然佢嘅目光越過人群，死死啖盯住咗太子劉盈嘅身後。喺太子嘅身後企住4個80幾歲嘅老人，佢哋鬍鬚雪白，一直垂到胸口，雖然着得普通，但氣質昂然悅目。劉邦放低酒杯，指住嗰4個人問：你哋係邊個？4個老人行上前，報出咗自己嘅名字：東元公、盧呂先生、儀李貴、夏王公。劉邦嘅面色變咗，佢深深啖吸咗一啖氣，問出咗嗰個憋喺心裏面多年嘅問題：當年我費盡心機請你們，你們為咗避我跑入大山，今日你哋點解要跟喺我個仔身後？4個阿伯嘅回答好似4把尖刀，直接摧毀咗劉邦嘅援儲計劃。佢哋話：陛下輕視讀書人，喐客就鬧人，我哋唔願意受辱。但係我哋聽聞太子為人仁慈孝順，懂得恭敬下士，全天下嘅人都願意為太子去死，所以我哋嚟啦。全天下嘅人都願意為太子去死，呢句話一出，勝負已分。劉邦睇咗一眼神情拱促嘅太子，又睇咗一眼嗰4個代表住天下民心嘅阿伯，佢心裏面嘅防線徹底崩潰咗。佢係個絕頂聰明嘅政治家，佢瞬間明白咗一件事：太子嘅軟弱只係表象，太子已經靠住呢種人弱收買咗全天下嘅老臣同名士。呢4個阿伯企喺太子身後，就等於向全天下宣告：大漢帝國嘅法統同民心已經牢牢地綁定喺劉盈身上。劉邦冇發脾氣，佢只係揮咗揮手，叫呢4個阿伯好好照顧太子。宴會結束之後，劉邦將戚夫人叫到眼前，
對戚夫人講咗一句極其蒼涼嘅話：我想換走佢，但係嗰4個人負咗佢，佢嘅羽翼已經豐滿，根本喐唔到啦。呂后真係你嘅主人啊！戚夫人絕望啖放聲大哭。劉邦敲住拍子，唱起咗嗰首著名嘅鴻鵠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毘爾就橫絕四海。大漢帝國嘅奪嫡之爭就喺呢首淒涼嘅歌聲當中畫上咗句號。呢場足以撕裂帝國嘅政治風暴俾人化解於無形。而導演咗呢場驚天逆轉嘅張良，全程冇出面，冇寫過一份奏折，冇喺大殿上面講過一句話，佢只係俾一個絕望嘅女人指咗一條路，就精準彈攞，列咗皇帝嘅心理盲區，徹底鎖死咗大漢嘅接班人格局。更可怕嘅係呢套操作冇俾劉邦留低任何把柄，劉邦甚至唔知呢一切嘅幕後黑手就係嗰個匿喺屋企辟谷嘅張良。張良用呢一招唔動刀兵嘅心理戰，唔單止平息咗危機，更加向未來嘅帝國掌權者呂后交出咗一份無可挑剔嘅投名狀。回顧張良嘅一生，佢由博浪沙嗰個擲出大鐵錐嘅亡命刺客，行到咗大漢帝國最高權力嘅總設計師。佢呢世算計咗項羽，算計咗韓信，算計咗天下所有嘅諸侯。但佢最高明嘅算計係比所有人都更早啖睇透咗權力嘅本質。打天下靠嘅係才華同毫無底線嘅豪賭，但活落嚟靠嘅係對權力邊界嘅絕對清醒。嗰啲倒喺劉邦屠刀下嘅開國元勳，死於傲慢，死於貪婪，但本質上係死於對權力呢種怪物嘅無知。韓信到死都攬住楚王嘅頭銜唔放，彭越為咗保存蜀地丟咗條命。佢哋以為打落江山，權力就係自己嘅私有財產，可以用嚟同皇權討價還價。張良唔同，佢深知制度嘅慣性係碾壓一切嘅。開國皇帝嘅殺戮機制一旦啟動，任何歷史功勞都擋唔住呢把刀。唯一嘅解法就係令自己脫離呢個機制嘅打擊範圍。於是喺權力達到巔峰嘅嗰一刻，佢做出咗最冷酷嘅切割。佢拒絕齊國3萬戶嘅頂級封賞，淨係要咗一個小小嘅留地。佢交出籌碼，切斷人脈，甚至用辟谷同修仙嚟主動摧毀自己嘅政治價值。呢個根本唔係乜嘢消極避世，而係一種最高維度嘅自我保存。佢發明嘅呢套功成名遂身退嘅博弈範式，成功將最具威脅嘅政治實權轉化做毫無威脅嘅編外顧問。佢將呢種知識嘅智慧刻入咗中國文明嘅基因入面，成為咗後世2000年嚟所有頂級知識分子夢寐以求嘅生存密碼。時間轉到我哋今日，我哋早已經唔使再面對伴君如伴虎嘅生死考驗，但係張良嘅故事依然喺現實當中回想。現代社會亦係一個巨大嘅名利場，每個人都喺度搏命擔擠上牌台，去爭奪更多嘅資源，去證明自己嘅價值，捲入無休止嘅職場同利益傾軋。其實人生最難嘅，從來唔係點樣攞到一手好牌，亦唔係點樣喺絕境當中贏過一局。最難嘅係喺你攞到想要嘅籌碼之後，懂得點樣睇面淡離開牌台。權力又好，名利又好，佢哋都有極強嘅重力，靠得太近，揸得太實，最終就會俾呢股重力吞噬。有時候主動放低手入面嗰把屠龍刀，唔再去劈砍嗰啲無休止嘅慾望，先至係保衛自己最好嘅武器。懂得不爭，有時候先至係最高維度嘅爭。